为爱多做起歹笑，连绵今宵哪有休？欢迎我们的皮金鹅小蘑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非常的准时哦。今天抢到我们的头香哦，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呢线上朋友呢，先帮我们按个赞，跟主播呢钱蛋雨涵来打个招呼哦。我们稍等一下下哦，等一些观众朋友进来的过程当中，先来聆听一下一怒打青之的 CD 专辑，也欢迎我们的冠宇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性病讲做，国内正是怪命，经济又靠出身帝王家，老官得应怪害我驸马，教因白囝。欢迎大家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都有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欢迎大家呢，先跟我们打声招呼啊！雨涵电台呢，在推广我们的戏曲文化，以及呢，跟大家讲一些即时新闻，还有呢，我们的这样的主题内容哦。欢迎我们的蛙贵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蛙贵呢，就是我们的 JOE 大道哇！你把这个名字改过来了哈，改成我们的蛙贵也是蛮有特色的哦。那呢，也欢迎我们的有感猫猫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稍待会呢，要来唱一首我们歌仔戏的曲调，叫做我们的都马调，也就是呢我们电台的歌词歌曲。那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都马调。那大家呢也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喽。欢迎收听女汉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袂精彩。对哦，知识长时行，成才才袂心行行。简短女汉广播，互恁听，祝恁收听女汉电台的观众朋友，金财宝大听。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欢迎大家呢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先跟大家来做明天的天气预报咯。明天呢，这个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大概在这个30%以及20%左右哦，这个20-30%左右。那呢，我们的台中地区、我们的台南地区呢，这个降雨的几率大概在10%左右。我们的台东地区呢，这个降雨的几率呢，大概在30%左右。所以呢，不管你是北部的朋友以及东部的朋友呢，都要记得哦，携带一下雨具。那呢，我们中南部的朋友呢，就不用担心了哦，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降雨，但是呢，不足以呢让你说要撑伞啦，还是说呢要穿雨衣哦。感恩大家。等一下呢，会跟大家聊今天的主题以及新闻内容。那呢，今天这个嘴巴开始干了，也代表呢，我们的冬天呢要开始到临了哦。那呢，你们有发现，这几天的天气呢，是不是有开始转凉了？尤其呢，下礼拜一哦，一样呢也会是这么冷的天气，也会转凉哦。那呢，大家呢要注意自己的保暖。比如说呢，围一个围巾，甚至呢穿保暖一点的衣服，穿个羽绒衣哦。因为呢，这几天开始呢，慢慢的开始在转凉了。那呢，如果你家里这个房间啊、客厅有这个暖气的朋友呢，也要记得开一下暖气哦。但是呢，当然要注意不要开一整晚，也呢要注意这个用电的安全哦。跟大家呢来讲一个好消息哦，由于呢，这几场这个日照中心的活动做下去呢，觉得不错，所以呢，利用这个普发1万的机会呢，来更新一下我的这个音响设备。当然呢，不会这个影响到我们直播的设备哦，直播的设备一样是这些控盘设备。但是呢，去到这一个日照中心以及呢这个社区的推广活动呢，再来的喇叭哦就更加的不一样了，就是升级版本了哦。所以这些不管是长辈族群还是我们的至亲小朋友们呢，非常的有福气哦，有我们线上的好朋友的资源这些好朋友的照顾，那呢也有这个雨涵电台呢，一起来享有这样的福气哦。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叫做呢你的中心思想以及本质哦。什么叫做中心思想？通常呢我们会说一篇文章啦，一个演讲啦，这样的中心思想。但是呢，你自己的个人的特色自己的本质自己的内心里面呢，所想什么呢，也要一个主轴。为什么呢？会跟大家聊到这件事情呢？你们呢平常在上班的时候，甚至呢自己开公司，甚至呢自己维持一个家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等一下呢，再继续跟大家聊下去。先来唱个歌曲，叫做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唱完之后呢，再跟大家讲故事咯。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用功报70享受，心不可惜无理由，为爱大做去白首，恋恋今宵老优秀。
乐养富贵。天官八百心相拼，好地好官变水，天梯乐官我是金宝印。给杯菜一壶淡，驸马一回归。这首呢是我们的花椒叶以及良夜之歌哦。线上呢，我看到很多好朋友上来哟。我们的恐龙康浪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还有呢，我们的冠宇以及蛙贵呢，跟大家打招呼，还有用这个赞哦，感恩我们的蛙贵以及冠宇。还有呢，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说呢，我们的人呢都躲在上面，等一下呢又要开始吐槽你了。为什么呢？要吐槽你呢？你又做了什么事情呢？可以让大家来吐槽你呢？感恩皮筋儿小蘑菇的掌声鼓励鼓励。我们雨涵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那呢，都在推广戏曲文化，以及呢新闻的小知识，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报哦。所以说呢，大家呢要记得呢帮我们订阅、关注、按赞，帮我们分享出去，也可以跟线上朋友呢做很多很多的互动哦。也欢迎我们的淑芬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淑芬姐。哇，也欢迎我们的 RF143C8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雨涵的广播电台呢，都是由我钱蛋雨涵本人来做主持，偶尔呢会有好友访电台的来宾来上节目哦。那呢，之所以叫做钱蛋呢，就是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那呢，坤生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呢，大家聆听过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呢，听到这个耳熟能详了啦，这个耳濡目染，也可以说呢，听到快烂掉了哈。这个坤生呢，就是呢由这个女生去扮演男生角色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F 大大说，其他我看不懂，喜欢我的声音是不是？然后 like Chinese， 不要我嘛，对，好，不要嘛。钱蛋雨涵的英文呢，非常非常的烂哈。我只会告诉你呢，这是 Taiwanese opera 哈，那呢，其他呢，这个我就不会念了哈，那就笑声来一个吧。是啊，蘑菇，谁到底是谁会吐槽你呢？他们在等机会哦，等机会吐槽你干嘛呢？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明天呢的北部的天气以及台东的天气呢，要注意这样的降雨的几率哦。那呢，来跟大家播报今天的即时新闻哦。你们有听过呢？这个咖啡店吗？这个呢，大陆的咖啡店哦，有机会呢，可能呢会来到台湾来展店哦。
但是呢，在大陆地区呢，他们可称是星巴克等级的哦。那这样的咖啡店呢，居然呢要来到台湾呢来设点来开设哦。当然呢，第一个找的地点一定是找这个台北嘛，哈。那呢，他们在这个大陆地区呢，既然有这个2万多家的这个咖啡店，叫做瑞差咖啡店哦。那呢，经济部呢也还没证实这件事情哦。他们预计呢，在今年年底之前呢，来台湾展店哦。之所以呢，我念这个瑞差咖啡店哦，因为呢，我自己写这个字呢，我也看不懂哈，我到底是在写信啊，还是在哪写什么字哦？居然有自己写字呢，自己看不懂的问题哈。欢迎我们的 YOKE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可恩，掌声鼓励鼓励。哦，到底是谁要吐槽你？我真的也是蛮好奇的啦齁。你们也有常常这样的写字写到自己看不懂的时候吗？我实在看不懂我那个字到底在写什么齁。再来播报下一则新闻呢，是我们的特斯拉哦。你觉得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这样的牌子哦，想不到呢，居然有消费者哦购买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车子呢，这个58天而已齁，就发生了事故。什么事故呢？就是故障而已啦齁。那呢就写这个安全系统故障啊，那就送回原厂去检修。但是呢，你知道齁，这个原厂检修呢，需要把整个车子呢都拆起来，只剩下车壳这样子哦。那把所有的零件呢都拆起来，再把它装回去下去检修。如果你是那一台车主呢，你会有什么想法呢？这个车子的车主呢，他就说哦，这样子呢，就这台车子就其实变成二手车嘛，变成中古车了。但是呢，这个车商呢，当然呢，只理赔了这个点数哦，这个购物的点数给他。你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呢？欢迎我们的郑树清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跟我一样姓郑哦，我本人也姓郑哦，我叫做郑雨涵。那呢，之所以叫做前旦，是因为呢，这个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不然呢，本身我姓郑，叫做郑雨涵哦。欢迎我们的树清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可恩呢，昨天也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昨天呢，也很热情的跟我们做参与哦，感恩我们的可恩。那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先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哦。之所以呢，你看哦，这么知名的这个特斯拉的品牌哦，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故障车啦，也是会有这个机亡的情形哦。就包含你可能买一个 Apple 苹果手机，或者是呢买个什么手机，甚至呢买机车，都有可能呢买到这个机亡哦。所以说呢，不要说有名的品牌啦。在没有车子没有上路以前呢，都有可能呢，是这个事故，可能是故障车哦。再来呢，也给大家呢再来唱个歌曲，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来播报新闻哦。大家呢很热情的呢都有收听我们歌仔戏曲调的七字调。那这一次所唱的七字调呢，用我们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的歌曲，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来讲故事哦。我们先来聆听一下歌仔戏曲调里面的国歌，4大曲调的其一哦，来听一下七字调，感恩大家。世上何定是为大
虽然为尊，你敢知？天地君亲属啊，着招牌，君在亲上，你敢不知？在家父表啊，对你的听声，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说明。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所唱的呢是我们歌仔戏的七字调。我们大家呢一般熟悉的都是新骑北北照三关，该话寿衣回中原。那呢，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呢，在论这个身份以及地位哦。这个呢，这个驸马呢跟这个公主说，拜托，你是嫁给我的人，所以呢，你的身份地位呢跟我平起平坐。但是呢，这个公主的意思不是啊，你呢？是被我们皇家给招进来的概念哦，所以说呢，当然也是有我这个公主的地位呢，当然比较高哦。所以呢，在他们论这个身份地位的途中呢，他们就唱这个四大曲调之一的七字调。那呢，四大曲调里面呢，有我们的七字调，有我们的都马调。那呢，还有其他曲调哦，还有我们的杂念调以及江湖调哦。那呢，大家呢，如果有兴趣，我们歌仔戏的朋友呢，其实在我们 YouTube 里面呢，有超多的歌仔戏，不止呢，在我们雨涵电台的频道哦。我们的皮筋呢，小蘑菇说呢，不太敢哦，跟人家乱打招呼，以免呢这个半路认亲戚哦，这个也蛮搞笑的哦。但是呢，你可以半路呢上来认这个雨涵电台的前弹雨涵哦，欢迎你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新树师兄呢再度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他说呢，欢迎喜爱歌仔戏的朋友加入呢这个频道，这个文化戏曲的频道哦，别忘记哦，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也感恩我们的新树师兄，感恩我们的线上好朋友哦。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大家呢，今天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如果呢你有在看影像的朋友呢，你会呢看到我一直在这个喝水啊，一直在这个喝饮料啊，原因点在于呢，我这个嘴唇呢这个已经裂开了已经有点痛了哦。你们有没有呢？这几天呢，也因为天气开始凉的关系呢，有没有朋友这个嘴唇也开始裂开的朋友呢？以后呢，开始注意呢，这样子的天气的保暖，以及呢干燥的这样子的问题哦。大家呢，多擦一点护唇膏，多擦一点护手霜，多擦一点乳液哦，保持自己肌肤的这样子的滋润感哦。感谢我们的蛙贵的关心，他说呢可以擦护唇膏哦，没有错。但是呢，现在要去找一条护唇膏出来呢，可能也有点困难，我不知道多久呢没有擦这个护唇膏了。
感恩呢，我们的曲奇饼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曲奇饼干说呢，这几天呢，看你的直播呢，这几天都是高峰哦，然后呢，但是要加班了没关系。我们的曲奇饼干呢，也欢迎你呢来听这个回放的影片，甚至呢，在我们影片底下呢，多多给我们留言，多多给我们按赞哦。因为呢，很多的影片哦，我都邀请呢我们日照中心的这些督导朋友们一起来观看，甚至呢，我还会互相介绍不管呢，上礼拜去到鼓山场表演的影片，我就推荐给呢台南场的朋友。那呢，这个台南场的影片呢，我就推荐给这个鼓山场的这一些督导看就互相的介绍，互相的观察呢，这样子善的循环呢，也让我们雨涵电台呢接到了蛮多的 case， 也感恩这一些日照中心的配合哦。再来呢，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呢来讲今天的主题哦。我们的心术师兄说呢，他常常都在潜水哦。为什么都要潜水呢？这个叫做暗中观察。你可以观察出什么东西呢？雨涵电台呢是有什么好让你暗中观察的呢？还是呢，这个皮筋的小蘑菇说他没有偷说你的坏话啦，还是呢你在等待大家偷说你的坏话呢？也感恩我们的心术师兄呢，常常上来观看雨涵的广播电台。大家呢陆陆续续的介绍呢，也感恩我们的小七姐姐哦，昨天也有上来哟。我们的 POPO 大说呢，1万块你领了吗？我领了而且呢，刚刚也在跟大家聊到这1万块呢，我把它贴一点钱呢，去买这个音响设备哦，让呢这些日照中心的推广活动，以及呢其他的这样子的推广活动呢，更便利一点哦，也保养一下我的喉咙啦这样子比较不费力哦。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讲今天的主题内容。以前呢，刚刚呢，所有唱到我们的7字调，那呢，我们现在呢，转换我们这样的7字调呢，来唱这个新卡北北照三关，该瓦兽医回中丸，以及呢，小蛋所要背的这个四盆无单白四味，无风无油花袂开。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种传统的7字调，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感恩大家。新卡北北呀，照三关，该我所以哟，会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无算。四盆无单办四位，无风无油花袂开。等待来三家来当落水。花心会交开。这
就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用我们的新卡北北造三关，该瓦寿衣回中原，大家耳熟能详的这样子四边柜一港王宝钏的歌词。还有呢，我们的四盆牡丹摆四位，无风无摇花未开。如果呢大家想要学这样的曲调呢，也都可以上我们的影片所搜寻哦。上面呢，我们有放这样的七字调哦，大家可以学习哦。小七姐呢在忙呢，刚刚有告诉你呢，今天不能来哦。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哦，真的帮我们介绍很多的朋友，以及呢关注这么多朋友的动向，感恩你哦。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你的中心思想以及呢本质。很多人呢会抱怨说如果你这件事情给我做，我可以做成怎样子会比较完美一点点啊，甚至呢说他如果呢照着我的意思做，那呢怎么做呢会更棒一点哦。但是呢其实或许你所想的不是他心里的本质啊。什么叫做中心思想？我们通常呢在说呢一个演讲，甚至呢一篇文章，甚至呢一篇报纸里面所说的这样的思想的中立的角度，这个叫做中心思想。但是呢每个人的心中呢总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啊，不管呢是在扶持自己的家庭，不管呢是在公司方面，今天呢就要有一些角色的切换，有所不同。所以说呢在我们主持这样子的雨涵电台，以及呢我个人出去这些日照中心的活动的时候呢，推广的呢就是这个戏曲的文化，用戏曲来做中心思想。那呢如果在佛教剧坊里面的时候呢的中心思想呢，当然就以佛法为中心思想。如果有一天呢更有机会一点点参与到基督教的歌仔戏，那呢本质上我们当然就要用基督教的思想来做这个中心思想。那你自己的特质是什么呢？甚至呢你有什么想法呢？也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哦。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聊下去。感恩我们皮筋呢小蘑菇的掌声，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今天呢来跟大家播报一个新闻，是蛮搞笑的新闻，但是呢又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哦。一个呢这个高雄67岁的这个男子这个曾姓的雕刻师傅他雕刻呢这个花生，就是我们台湾所说的头刀啦、土豆啦。那呢他所雕刻的是可以打开它的外壳，里面的这个内馅呢，这个花生籽呢，其实呢也是雕刻的。那呢他就呢把它送到这个日本去参赛但是呢因为雕刻的实在太像了，被这个扣押了2天去检查，才发现呢其实呢真的是这个木头所雕刻的赶快呢就把他的这个花生呢，他所雕刻的土豆呢送到这个会场那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决赛咯在日本参加这个雕刻的决赛这个是一个67岁的曾姓的雕刻师傅。所以呢我们大家呢也给他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这等于真的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啦。非常不一样的行业，而且也是我们的艺术行业。我有所看他的影片这个新闻影片真的雕刻的非常非常像。那呢他端出一盘的时候说，请大家吃土豆啦，你看那个掰开真的是他不讲呢是这个木头的或许呢还真的有人会吞下去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有朋友要请你吃东西以前呢，先闻一下味道才不会呢不小心误食了这个木头类的商品
土豆不是土子弹吗？不是哦，它真的雕刻的非常非常的像。这个工艺呢，太精致哦，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你这个上网查呢，这土豆送去日本比赛的作品哦，这个真信的雕刻师傅，你可以看到他的这样的作品呢，非常非常的精致。这个真的是要给他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的哦。我们的淑芬姐呢，有上来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她说呢，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七字连空奏。或许呢，是里面呢有男女对唱，又或许呢，是因为呢，有我们原本的七字调来从头唱到尾。又或者呢，是原本原创这一首曲调的，给它呢有一种非常优美的感觉。那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七字连空奏。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这一段故事哦。感恩大家一起来聆听这首七里呀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中心锁水人在，夫妻好爱呀，已经上水七十相随将人照海，相亲相爱，因爱君对心也败咧啊，实在太爱乱来。我会好受亲像姑娘，受过又分开，红红记照鸟啊，无悔所行悲哀，一步经顺酸叫我时代，往下成现歹，过古埋，冤家冤家当春啊，当心抓住彩，情深渐将心地带，何见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七里呀连空奏。在我们呢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呢这对男女呢各说各话，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代表呢他们吵架哦，吵得非常的凶，各说各话，不听对方的言语哦。那呢，其实呢，在我们的 CD 专辑里面呢，他们是有二重唱的部分，那呢，都是我的声音哦。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有兴趣想要购买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的连结里面呢，有可以购买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连结哦。然后呢，我们这个淑芬姐说呢，好听，以及呢，我们的皮筋呢小蘑菇呢，给我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
感恩我们的淑芬姐，以及呢我们的皮金鹅小蘑菇。还有呢，我们的新树师兄说呢，小时候呢都看我们的杨丽花和许秀年哦。那呢，如果现在呢想要看秀年老师的演出呢，也欢迎呢看我们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团哦。那呢就可以看到许秀年老师的演出哦。杨丽花哦是经典。没错，杨丽花呢，从早期的这样的电视歌仔戏，做了非常多的戏哦，非常非常的经典，从黑白电视做到彩色电视哦，然后呢，现在也是养老的生活了哈，也把这样的歌仔戏的文化呢，传承给他的弟子陈雅兰哦。那呢，为什么呢？我去到这些日照中心，去到呢这些推广活动呢，我都说呢是推广而不是传承呢。当你呢传承给一个人的时候，甚至呢传承给5、6个人的时候呢，你只传承呢，但是呢没有帮他找到观众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呢，我们去到日照中心，去到呢推广活动呢，就是要来找观众。所以说呢，我有一句话叫做呢，先论传唱，再论传承。当呢很多人这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那呢一个传10个，10个传100个，100个传1000个，很多人都会唱了之后呢，传唱不是问题了，你自然呢就有观众了。而且呢，我们要让文化进社区，让文化进生活。也就是呢，你看哦，这些线上的好朋友哦，每天的这样的8点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这样子呢，就让文化呢进入你的生活里面哦。不止呢来聆听新闻，不止呢来聆听明天的天气，也可以聆听呢文化戏曲。所以呢，当然也要感谢呢我们的皮金鹅小蘑菇以及我们的淑芬姐哦，帮我们拉了很多观众朋友进来哦，还有我们的最后一大大我们的蛙贵哦，帮我们拉了这么多的朋友进来，有我们的新树师兄，有我们的伟成，还有我们的小七姐姐哦，都感恩你们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哦，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哦。那呢，对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新闻内容，这个呢花生呢雕刻的太逼真呢，其实哦上网所查呢就可以查得到哦。再来呢是有关于呢的这个毒驾的这个新闻哦，等一下呢跟大家继续来讲下去。再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个新竹的这样的新闻哦。在我们这个新竹的棒球场前呢，有2个客车哦，小客车呢就这样相撞了。相撞之后呢，其实2个呢都无人伤亡哦，都没有受伤。但是呢，这个警察呢，在其中一方的车上搜寻到呢这些毒品，也帮他检测了，发现呢是毒驾哦，而且呢，他是一个杀人的通缉犯哦，也因为一次的车祸呢，抓到这个杀人的通缉犯哦。感恩呢，我们的冠宇呢说好听，感恩你哦，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也感恩你的称赞。有关于呢这个毒驾的新闻呢，再来呢也跟大家来播报一个哦。先来欢迎我们的医生，我们这个台南安南区的朋友，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再来呢，跟大家播报的新闻呢，是有没有我们线上有没有基隆的朋友？
如果有基隆的朋友呢，你平常呢，如果都是坐火车上下班的朋友，今天呢有没有呢，被塞车到？有没有呢迟到的情形呢？因为呢有一个毒贩哦，昨天呢，因为在逃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小心哦，这个汽车的轮胎呢爆胎在我们这个铁轨上面哦。那呢，他当然呢就开始逃啦。逃完之后呢，这个警察呢，在这个火车站的这样的3楼还是4楼呢，抓到这个逃犯哦。那呢，他其实是毒驾的逃犯。所以说呢，今天哦，早上这个基隆的火车呢，有一小段呢，到了我们9点多呢才通车哦。所以呢，影响了一些这样子的民众哦。如果你也是基隆朋友，甚至呢你是北部的朋友呢，有被塞车到的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哦，感恩大家。甚至呢，如果因为如此呢而迟到呢，是不是可以呢跟老板说呢，我是因为呢这一则新闻而迟到的呢？老板会体谅你吗？再来呢，来跟大家唱个歌曲，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跟大家讲个新闻。先欢迎我们线上很多的好朋友哦，不论我们的最后一大大，我们的皮吉呢小蘑菇，我们的恐龙康拉，我们的冠宇，以及呢我们的淑芬姐，还有我们的 RF14大大，还有我们线上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哦，我们马来西亚的可恩，还有呢我们的曲奇饼干，以及我们的新树师兄。如果我们有没有念到的再提醒我一下，也别忘记哦，先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先跟我们打声招呼哦。刚刚所唱过我们的7字调，所唱过我们的7字连空奏，那呢来唱一下我们的7字连、7字摇板跟带7字一哦，都是7字辈。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这些故事的由来。先容许我呢喝口水，再来给大家唱唱歌曲哦。再来呢，给大家所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我们的7字连、7字摇板跟带7字一，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3首歌曲咯。公主做事理不明，颜色予人心头硬。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待好人去后心不惊。我嘛侥幸，无将你，因为爹娘啊，忘妻离，风风翻边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难消气，听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够妻情义，变个风扬情义。先欢迎呢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淑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我们的雨禾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我们线上很多好朋友哦，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也就是由我钱蛋雨涵本人来主持节目哦。那呢，别忘记哦，先帮我们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分享至你的脸书，分享至你的 IG，
分享至你的赖群组。这样的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本质呢，就是呢来推广文化戏曲哦。明天要去户外教学哦，怎么这么好呢？明天户外教学要去哪里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哦。那呢，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每周四的晚间8点呢，都是台语电台，所以说呢，明天晚间8点钟是雨涵的台语电台咯，感恩大家。为什么呢？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呢，在线上呢吸引大家呢？他说呢，现在在吃这个糖果，有没有人要吃？每人1颗，淑芬姐2颗哦。为什么你吸引大家呢？而且呢，就连我们的蛙贵哦，也想要吃了啦哈。那请问一下哈。为什么呢？这个每人1颗，淑芬姐2颗，那请问钱蛋雨涵几颗呢？再来呢，来继续跟大家聊新闻咯。刚刚呢，前面所唱的这首歌曲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哦。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是在说呢，这个驸马呢拿了藤条打金枝，打完之后呢，当然哦要赶快绕跑逃跑了。最后呢，由这个公主呢来收尾啊，来说呢，我一定要去禀报我这个皇上爸爸哈。哦。钱蛋雨涵可以3颗哦，那还算你有良心这样子啦哈。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个国际新闻哈。今天呢，这个香港的大火，那呢，目前的情势是如何呢？也请大家上网所查一下这个香港大火。这个呢，在一个热门的地区哦，所呢火灾了哦。所以呢，大家呢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果有香港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咯。再来呢，是我们一样台湾的新闻哦。在今年呢3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台汽车呢一直逼车哦，在这个机车的后面呢猛按喇叭。按完之后呢，也不小心呢，跟这个机车呢有擦撞了。那呢，2个人当然就对枪了啊。对枪完之后呢，警察来了之后呢，这个汽车驾驶哦，态度呢180度的翻转，哇，变得很好。原因点在于呢，他是无照驾驶哦。但也因为他无照驾驶哦，这个机车驾驶呢，非常的有良心，有这个慈悲心哦。他就决定呢，那我们私下来和解就好。那呢，就不要经过这些法律途径来和解啊，我们私下和解就好。想不到呢，哇，这个呢，这个嫌犯哦就逃走了。逃走之后呢，这个呢，机车驾驶呢，当然就非常的生气呀，告上法庭了。结果呢，汽车驾驶依然都没有出现。到了这样子半年过去之后呢，这个机车驾驶哦，收到一张单子呢，是因为呢，这个汽车的驾驶哦，目前呢是个通缉犯哦。所以你说呢，慈悲心到底是好事还坏事呢？他非常的有良心哦，非常有慈悲心，就想说呢，那我们来私下和解就好。就算呢，警察已经到场了哦，罚了这个人呢，这个无照驾驶呢，还是决定说呢，没关系啦哈，那我们就私下和解。结果呢，造成呢，目前找不到人哦。你觉得这样子呢，是一个善事呢，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呢？所以说呢，每个人的心中的慈悲心哦，有多有少。或许呢，你比较善良，我比较不善良；或许呢，他比较善良，我比较恶。那呢，这样的慈悲心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其他的新闻咯。
再来呢，与大家呢先来聊一个比较恐怖的新闻哦。在我们这个台中的地区哦，有这个22岁的女子呢，因为呢跟她的前男友吵架，那呢就把呢这个小孩子哦，从这个婴儿呢，从这个11楼呢把他推下去，让他坠落。那呢当然是伤重不治。那呢为什么呢他会把这个婴儿呢推下去呢？因为呢这个婴儿哦，是因为他跟这个前男友呢所生的啦。而且呢，在他们呢分手之前呢，其实都不知道有这个怀孕的情形。到了分手之后呢，才知道呢女方怀孕。那呢，因为一次的口角，就让呢这个婴儿呢从11楼坠落。你想呢，我们普通的大人从3、4楼坠落呢，其实就已经很恐怖了。何况呢，这个婴儿哦从11楼坠落，就犹如你看我们蛙贵所说的，好恐怖。没错，真的是有点小小的恐怖咯。那呢，蛙贵，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哦，为什么呢？你这个蛙贵的后面呢要设定这个0521呢？是你的生日吗？0521呢，刚好在520的隔天呢。如果是你的生日呢，也太幸运了吧！欢迎我们的简可爱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你常常上来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别忘记上来的朋友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哇，真的是生日哦，那也太厉害了，而且居然在这个520的隔天。所以说呢，如果你跟你的男友呢过完这个生日呢，隔天呢，过完这个520呢这个幸福的日子呢，隔天呢就刚好又可以再要一次这个生日礼物哦。所以说呢，当你的男友可能这2天呢会比较烧钱一点点哦。好坏哦，乱教。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讲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来唱一下都马调。那这段都马调比较短一点点哦，大概在1分半钟的时间，是因为呢要去比赛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都马调。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故事咯，感恩大家。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使空水失手，是我不介意，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和諧，公主啊！今日成人，这是你的錯，本中有缘要告狀。你又能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不免来啰嗦。带你见爹，你啊做的行怎不啊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情。我呢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呢，如果呢你今天去比赛的时候呢，你一样呢会用这样的花式唱腔吗？我说会啊，当然要用这样的花式唱腔才有我个人的特色啊。他说呢，但是这样的花式唱腔呢，如果在这个评审的这个耳机里面呢，会非常的尖锐，会非常的吵会非常的刺耳。我说呢，那为什么他自己要戴这个耳机呢？我也没有叫他评审的时候戴耳机啊，是他自己要戴耳机的。所以说呢，如果被尖锐到的时候呢，我也没办法啦
当然哈，我们平常呢去比赛的时候呢，不能想的这样子了哈。这个比赛呢，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政府所办的这个歌仔上青的比赛。如果呢大家呢有想要去观看的呢，现在可以开始锁票咯。在我们呢这个脸书呢查歌仔上青呢，就可以登录开始去锁票。那呢锁票之后呢，我们12月14号这个下午不知道几点，不知道是1点还是几点开始准备比赛。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12月14号的时候呢，如果有北部的朋友想要听我们歌仔戏的戏曲的呢，那一天呢是我们的专业组比赛，欢迎大家呢锁票去聆听哦，可以聆听到很多人呢来唱我们台湾的戏曲文化哦。也感恩呢这些评审呢审到我的案子哦，让我呢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复赛的比赛。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比赛呢，就尽量的去参与哦。12点40完蛋了，我自己的参赛者呢，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时间哦。我只注意呢自己的这样子要去比赛的参赛者呢要几点去报到但是呢我没有关注这个观众朋友呢几点可以进去真是尴尬了。所以呢12月14号下午呢这个12点40分左右呢，在我们台北的戏曲中心，在士林地区哦。如果有朋友呢想去看这个歌仔上青的比赛，这个复赛专业组的话呢，可以开始锁票了，上我们歌仔上青的脸书专页去搜寻哦。另外呢，跟大家广告一下，这礼拜六11月29号，这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由我们这个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所举办的讲座哦。邀请呢我们张欣怡，我们歌仔戏的小天王，邀请我们陈忠义以及洪慈义老师，那呢来参与这样的讲座，在我们台南的开元市场的4楼这个开元大教室有这样的讲座哦。所以南部的朋友呢，也欢迎呢你来到台南的开元市场的4楼，11月29号这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有我们的歌仔戏小天王张欣怡老师，我们的陈忠义老师以及洪慈义老师的讲座咯。这个呢是互相推广那我本人没有讲座了这是互相的推广。那大家呢别忘记哦，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都有直播节目，所以呢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不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中，不论呢你在陪伴家人、陪伴朋友的过程中，都可以一边呢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再来呢跟大家呢来讲一个这个新北金山区的新闻哦。有一个妇人呢开着这个宾士车哦，因为呢天色昏暗，那呢他前一阵子呢也有呢去这个开刀哦，去开刀这个没问题，我等一下跟你讲也有去开刀这个眼睛。所以说呢因为天色昏暗的问题呢，他不小心呢掉入这个渔港里面，这个开车呢掉入这个渔港里面，结果呢就溺毙了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注意呢自身的安全。这个新北的金山区有开宾士车的妇人呢，不小心呢开入渔港里面而溺毙咯，这是今天的新闻咯。还有呢，今天呢，这个台中火车站呢，有这个民众的这个背包里面的行动电源居然起火了。所以说呢，为什么说这个行动电源呢是一个便利性，但是呢也是一个危险性
尽量呢我们来买有牌子的。但是我们就说的嘛，防不胜防，你怎么知道说呢有品牌的行动电源就不会起火呢？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自身的用电以及呢日用品的安全咯。再来呢，我们的医生说呢，可不可以帮忙录影哦？你是说呢，我去台北比赛的地方吗？还是呢，什么时候呢？的录影呢？还是你说的是讲座呢？讲座可能是无法录影的哈，因为这个是由我们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所举办的。那能不能录影呢？我也再问一下这个米雪老师哈。如果说他觉得说某一个片段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呢，那我再来询问他一下哦。感恩我们的医生所提出的问题咯，感恩您。我们的皮健呢小蘑菇说呢，他只是呢爱听歌仔戏，但是呢，这个嘴炮很厉害哈。那呢，你也是有其中一项好不错的了哈。人讲话你讲的这有一好的无两好安尼的对哈。所以说呢，你至少有一样呢，胜过于我哈。今天呢，我的同事呢，跟我推荐了一个频道，一个 Podcast 频道哦。那呢，我就点开一看，说呢，哇，他一集的 Podcast 都大概讲这个50几分钟，快到1个小时。那呢，我就瞬间看了那个手机的荧幕啊，我就跟他讲说呢，看遐个讲吼，有法度一个人讲迄个几点钟的安尼就对啦吼。结果呢，我的同事就跟我讲说呢，你不是自己一个人主持电台，也有办法主持1个多小时吗？但是厉害程度不一样了哈，人家的专业你看录制这样的 Podcast 节目非常精致的节目，人家1个小时的时间呢，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那呢，我就是呢，因为没办法讲到这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要伴随着这个歌仔戏的唱念，这样子呢，才有办法撑着1个小时哈。我们淑芬姐说了，不会啦，蘑菇呢，你还好哈。感恩大家呢，线上呢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除了要练习我们的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以外呢，我们呢来唱一下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是呢我们驸马的角色。那呢，我们等一下呢来听个歌曲，等一下呢再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以及感恩3件事情。但是呢，再容许我喝口水哈。感恩大家，我们来聆听这首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度过这样子美好的夜晚咯。太祖金雕娘红兵，贵妇提君王受礼敬，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火满身形，一老生病，叫万姓。尊心加倍。将礼敬，听说笑歌，乐君知音，配夫做义轮好兵，山林惊伊小小红灯。
在倒边，呀你情人，不由悲哀后悔恨。这是呢我们莲花铁三郎的后半段，以及风萧萧哦。这是呢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有我们这个驸马以及公主呢，非常生气的时候呢，这个驸马怒气冲冲回来所唱的歌曲。再来呢，我们要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感恩大家喽。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在吸气吐气的过程当中，拍谁又大舌头了。在我们吸气以及吐气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在我们的腹部，甚至呢贯穿到脚底，贯穿到脑中。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咯。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今天呢，不论在工作当中，感恩你的主管，感恩你的下属的配合，感恩你身边的同事的互助，甚至呢，在家庭当中，感恩你的父母的照顾，感恩你的子女，感恩呢你的兄弟姐妹的扶持，还是呢感恩超商的店员，感恩呢各式各样的柜姐，让你呢可以有美好的一天哦。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非常感恩你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在推广我们的戏曲文化，我们的新闻小知识，以及呢隔天的天气哦。那别忘记先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我们明天8点再会咯。明天是我们的台语电台哦。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感恩我们的淑芬姐，大家晚安喽。我们呢皮筋儿小蘑菇说吸气吐气然后放屁哈，那就代表呢你身体当中的气呢太多了哈，所以需要排放一些出来，那或许也是一些好事咯。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明天8点再会，马仔是咱台语的电台，所以讲呢，马仔所听的台语电台有所无甲啥同款哦。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我们明天8点再会咯，大家晚安。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会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
向我行本心的礼仪。风采是叫感恩我们简可爱，晚安喽，感恩你。头上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思念情，害我行礼将好事停。哎呀，中营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使，但是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谐。承认这是你的错，本经永远要搁做，你有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免来啰嗦。差点一对你